隨住曼城喺世冠盃分組賽嘅最後一輪大比數擊敗祖雲達斯之後，亦即係話曼城就唔止係成功以首名嘅姿態出線，佢哋仲要係以全勝嘅成績晉級16強，咁就先恭喜翻曼城先啦。咁而家最新喺 H 組嘅賽果都出埋之後呢，咁亦即係話世冠盃16強嘅組合就已經係塵埃落定噶啦。咁一如賽前嘅預測啦 ，H 組方面呢，皇馬就都係以首名出線，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望到張圖。而家曼城呢，就係成功避開晒巴黎、拜仁同埋皇馬嘅，咁一直去到決賽之前就都係確定唔會遇上呢3支球隊啦。咁而最新確定曼城16強嘅對手就會係嚟自沙特嘅希拉爾，咁亦即係我哋係有機會將會係見到簡些路道哥，咁係可以睇到佢點樣同哥迪奧拿細數佢哋嘅新仇舊怨啦。咁而之後，假如曼城入到8強，就會係對富明尼斯或者國米，跟住4強就會係彭美拉斯、保地花高、賓菲加或者車路士其中一隊。咁所以而家望翻曼城今次贏到祖雲達斯，可以首名出線呢，咁毫無疑問啦，就係令到呢個往後3場嘅賽事都係輕鬆咗嘅。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城最新熱話 Man City News HK， 我係師妹，今日繼續同大家講曼城。未訂閱嘅觀眾記得撳翻個訂閱掣，同埋開翻着個鐘仔，接收本台最新資訊。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呢，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條片俾身邊中意足球嘅朋友睇，亦都非常多謝留言同我傾波經嘅觀眾啊！如果你想鼓勵我繼續創作呢，咁就可以透過加入 YouTube 嘅會員啦，或者送一個 Super Thanks 俾我呢，去支持本台營運嘅。咁本台呢，承諾會繼續以呢個優質創作呢，回報各位觀眾嘅支持，非常多謝大家。咁有關今日曼城對住祖雲達斯場比賽，早喺未開波之前呢，可以討論嘅位其實已經足夠多噶啦。咁大家如果記得賽前我講，祖雲達斯今個世冠盃絕對呢就係攻強守弱，前場嘅高路姆亞尼、江斯卡奧同埋耶迪斯呢，絕對就係佢哋嘅進攻核心。而中場嘅卡夫蘭杜林或者閘位嘅金比亞素呢，亦都係幫助成支球隊運轉嘅要員。咁但係你點估到？我都指名道姓提住曼城最重要、最需要小心提防嘅呢幾個球員。祖雲達斯方面呢，今次竟然就係全部收起晒唔用，咁佢哋呢個舉動當然就令到人十分意外啦。咁因為第一就係祖雲達斯過去2場個正選11人呢都係固定嘅，踢弱隊都唔選擇輪換，咁但係就留翻踢曼城先至嚟變陣，所以呢個舉動呢，的確係令到人有啲始料不及嘅。咁而事實上啦，無論 G 組入邊首名定係次名出線都好，最少呢就都有翻4日嘅休息時間，咁所以你夾硬話呢，祖雲達斯係為咗16強賽淘汰賽着想，而特登去留力呢，亦都係講唔過去嘅。咁所以當排除晒以上嘅可能性，唯一可以得出嘅結論呢，就係祖雲達斯今日收起班主力，其實更多係出於戰術考慮，係有想留前鬥後嘅打算。咁而之後剩低嘅問題就只不過係點解對面個領隊阿杜陀係可以咁天才啊，條咁嘅屎橋都可以俾佢諗到出嚟嘅啫。咁如果你話佢係食錯藥發神經，或者學哥迪奧拿咁成日呢想得太多嘅話，我就實在都冇必要特登花咁多時間去講。咁所以調翻轉啦，要用咁大嘅篇幅去討論祖雲達斯今日個排陣，自然就係因為背後都係有段估啦。咁要知道祖雲達斯發生咩事，我哋呢就要將時間點推前少少，睇翻哥迪奧拿早幾日嘅記者會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啦。嗱，咁原來最初喺曼城踢完艾亞恩之後，咁哥迪奧拿呢就係被問到對住祖雲達斯嘅時候，佢會唔會都走去輪換足11個人？咁當時哥迪奧拿嘅答案呢就係話唔會，佢係會更多選擇去擺出佢最好嘅球員多過去輪換。咁本來都冇乜問題啦，好普通嘅一個對答嚟嘅啫。咁但係啦，一直呢去到賽前嘅一日，哥迪奧拿竟然就係突然改咗口風，咁佢今次就冇再學之前講話會擺最強11人啦，而係竟然打開口牌啊，話因為天氣實在係太熱，而今次呢又唔似對住艾亞恩嘅時候球場有冷氣，咁所以佢話自己今次個排陣係一定會將下半場都納入埋考慮範圍。咁言下之意即係呢就有啲要上半場留力嘅意味。咁唔知係咪就係受咗哥迪奧拿嘅呢一番說話啟發？咁祖雲達斯方面可能就聽完都覺得哥迪奧拿真係有道理喎，咁熱要踢足全場唔輪換都好慘喎。咁再加埋又可能都真心信埋呢個哥迪奧拿呢係真係諗住上半場收起主力，留
翻比賽尾段先決勝負。咁所以最後出到嚟，祖雲達斯呢就竟然係喺自己有得失球嘅絕對優勢情況下，正選走去做咗5個輪換，一口氣收起晒全部自己隊入邊最重要嘅球員，咁就都可以話係呢，算係俾哥迪奧拿出口術成功陰咗。咁結果呢，當然就係踢咗一場強弱非常懸殊嘅比賽出嚟啦。咁由比賽嘅第1分鐘開始，祖雲達斯呢係一直去到球賽結束都俾唔到啲咩挑戰曼城，搞到尾翻嚟呢，就只有呢個次名出線，而過2日就要再去硬撼皇家馬德里啦。嗱，咁頭先一路講話咩哥迪奧拿出口術，祖雲達斯信以為真，就都係一種解讀嚟嘅啫。咁有幾多成要當真呢？就都係大家自己去判斷啦。咁但係如果從事實嚟睇，今日哥迪奧拿其實正選上面呢，就都係有心思嘅，亦都係邀請大家去揣摩佢嘅諗法。咁因為今日正選方面就冇咗夏蘭特，冇咗加華迪奧，亦都係冇咗福等，咁所以第一直覺都會覺得呢，佢似留力嘅。咁不過如果你留意翻洛迪呢，今日有得正選復出嘅話，有可能會覺得哥迪奧拿留力就未至於留到底，咁所以個正選11人最直接嘅理解呢，就更多係一半半，叫做介乎係喺正副選之間攞個平衡咁樣。咁不過啦，如果你冷靜啲去諗，其實呢，夏蘭特近期個表現就都不怎麼樣，尤其係對住艾亞恩呢，更加係錯失最少4個黃金機會。咁所以你話哥迪奧拿今日真係特登為咗攞個平衡，所以先收起冇得正選，定係學我做一條片所講，可能都真係想俾翻少少競爭夏蘭特，推動佢進步呢？咁就都講唔埋啊。咁不過點都好啦。哥迪奧拿今日上半場係有少少留咗一手，俾翻自己下半場可以有更多選擇，呢一點呢就冇得質疑嘅。咁我本身啦，我諗啦，哥迪奧拿呢其實就都係諗住自己排自己個陣就算。咁但係呢，就點估到祖雲達斯都玩埋一份，走去輪換5個。咁你話曼城如果做一個正副選平衡嘅正選11人，對翻住一隊全隊主力嘅祖雲達斯呢，都可能仲有機會有來有往。但係出到嚟，大家如果都收起4-5個嘅話，諗住用盡5個後備名額嘅話呢，咁陣容深度唔夠曼城厚嘅祖雲達斯又有咩可能有力一搏呢？咁係嘅，祖雲達斯方面可能都諗住有得失球優勢，和住都可以過關，咁所以上半場大可以睇定啲先算。咁但係可能佢哋都冇諗過，今日認真起嚟嘅曼城係換咗助教，揾嚟咗利達斯同埋高魯托尼過嚟輔助哥迪奧拿之後，曼城成支球隊呢已經係煥然一新，唔好講話要同曼城踢到平起平坐。今日祖雲達斯係想要睇定啲再喐呢，都已經係冇咁嘅機會啦。嗱，咁早2場對住韋達卡薩巴蘭卡定係艾亞恩都好，大家都知道無論曼城踢得幾好，最後出到嚟呢，成個表現都係要打翻個折扣嘅，因為對手個實力始終就唔係喺同一個級數。咁所以今日翻到嚟對住意甲嘅祖雲達斯，喺一場咁關鍵嘅比賽，曼城仍然係能夠打個大比數出嚟，就的確呢係幾叫人眼前一亮嘅。咁多嘅唔使講啦，淨係睇最基本嘅數據，曼城手握7/7嘅控球權，咁24射11中，基本上呢就已經係講咗俾你聽，曼城係如何主宰住成場比賽。而呢一種統治力呢，好坦白講喺過去一季係完全欠奉嘅。今場波呢係叫人覺得曼城係有啲揾翻以前嘅影子，咁但係你話係咪同舊時代嘅風格完全一樣？咁又唔完全係啊嚇，可能就真係換咗助教啦。咁尤其係利達斯同埋高魯托尼過咗嚟之後呢，咁就都可以發現曼城成個節奏係明快咗好多，亦都係踢得直接了當咗。咁最重要就當然係叫人睇上嚟係賞心悅目咗添。咁後勤上面嘅改動點樣影響住曼城嘅表現，其實早在上1-2場波呢，曼城一啲嘅死球上面嘅處理力就已經係反映晒出嚟噶啦。咁但係嚟到今日，成個改變就係更加立體啦。咁喺今日祖雲達斯有得失球優勢，可以搏和波嘅情況下，曼城係一上嚟就已經採取主動，比賽都唔使10分鐘呢，就已經先開紀錄。咁第一個入波嘅功臣就係成日俾我批評啊，話冇 end product， 淨係識死扭爛扭嘅道古。咁我成日話曼城兩翼唔得，應該要換人。咁針對嘅對象無非就都係道古沙維奧嘅啫。咁但係望翻今日曼城對住祖雲達斯個表現，我哋就都可以知道有翻一隊完整嘅兩集，對於兩邊翼鋒個發揮係可以有幾大嘅幫助。咁就好似今日道古第一個入球咁啦，咁唔使搞咁多嘢，唔使1 on 1，唔使扭波，走啱位有人俾到波，輕輕一級呢，其實就已經係突破晒對面全條防線。咁道古把握力有提升，呢點一定要讚啦。咁但係而家睇落曼城最新呢個左閘嘅收球，即係艾洛利，就唔係講玩啊。暫時嚟講踢咗2場，真係改變晒成支球隊個 dynamic。我對於佢唯一嘅疑問就係點解佢係可以踢咗5年狼隊啊，都冇人買走佢。咁長氣啲都要講啦，3000萬嚟講呢，艾洛利真係一個好抵嘅收購啊。
嗱，咁曼城今日早段先開紀錄呢，本來就形勢大好嘅，咁不過可惜啦，領先唔夠2分鐘，就係因為艾達臣嘅犯錯，導致到呢俾對面輕鬆追獲。咁講起艾達臣喺度就都可以拆開講一講，咁就係最新消息，繼 Bernardo 同埋 John Stones 之後呢，艾達臣亦都係開腔，成為第3個親口確認係將會留隊嘅球員。咁喺呢度呢，就都 update 咗大家有關呢個消息先啦。咁艾達臣留與走呢，我個人就冇乜大感覺嘅，咁但係你如果話真係要講，佢始終呢就都係一個最適合哥迪奧拿嘅門將人選，呢一點呢係唔會變嘅。咁而事實上今日佢雖然係犯錯，直接導致曼城失球，咁但係除此以外嘅發揮呢亦都係唔錯㗎吓。咁但係點都好啦，咁曼城今次俾人極速追和之後，除咗話係表現上邊、心態上面亦都好咗，咁起頭呢就冇頭耷耷啦，好似上季咁一失波就成隊散晒先，咁而係呢踢翻個自信出嚟。咁頭先呢就講到一對閘位對於改變成隊曼城嘅重要性，咁講完艾洛尼又點可以唔講我最喜歡嘅紐尼斯呢？咁即係我知道好多人都對佢係有好多嘅質疑，咁但係呢你亦都係無可否認佢係越踢越有，慢慢開始呢掌握到攻守個節奏。咁而如果你話艾洛尼係帶生咗左邊嘅道古，紐尼斯呢亦都係彌補咗好多沙菲奧嘅不足。咁即係你話沙菲奧冇 end product 唔識傳中，咁完全係唔緊要嘅。咁好似今日逼到對面擺烏龍個波咁，沙菲奧佔據住條邊線，紐尼斯利用翻個速度後上出個波呢，雖然就冇人接應，但係力度同埋落點呢就都係可以。咁亦都係咁先至逼到祖雲達斯方面犯錯。咁而去到下半場夏蘭特個入波呢，亦都係類似道理。沙菲奧開始雷恩達斯幫手帶一段，咁但係最尾出波嘅責任就都係落翻去比較擅長嘅紐尼斯身上。咁所以而家兩閘同埋兩翼嘅活用係俾到曼城進攻方面更多可能性。咁曼城剩低嘅夏天會唔會買右閘我唔知道啊。咁但係而家呢一隊艾洛尼紐尼斯嘅組合呢，其實就真係非常收貨噶啦。咁喺曼城下半場出嚟極速拉開到3-1之後，祖雲達斯方面士氣就都已經好低落啦，只知都係冇還手之力。而剩低嘅2個入球呢，就都係沙菲奧有份參與。咁福登個入球就有好多種講法啊，一種呢就係話沙菲奧無師空門都送個入球俾佢啦。咁亦有呢就係話沙菲奧係推大力咗個波先至去咗福登度啦。咁甚至呢就係有一種講法話係福登夾硬搶咗喺沙菲奧之前射入網偷咗佢個入球。咁講真，邊種講法先係準確呢？我就睇咗好多次重播都睇唔到出嚟。咁但係如果去聽翻沙菲奧賽後個講法，似乎呢就都係話發生咩事唔太重要，幫球隊入到波先係重要。咁所以呢就冇必要考究啦。咁反正沙菲奧冇咗上季嗰一種過於獨食嘅心態呢，一定係好事嚟嘅。希望呢佢就可以繼續進步啦。咁而另外必須一提啊，咁就係近2場發覺夏蘭特雖然就係入球能力下跌，但係對於全年上面呢竟然係好咗。咁呢啲呢都係好嘅跡象。咁都係嗰句啦，進攻呢係唔需要咁單一嘅，多種可能性先係最重要。咁所以總結嚟講，今日曼城呢係真係踢得唔錯㗎。咁雖然話祖雲達斯就都冇咩俾到啲咩壓力曼城，咁但係呢更多就都會係曼城憑藉翻自己個表現嚟到去限制翻祖雲達斯所致。咁就算你話祖雲達斯上半場正選進出，依翻曼城今場呢個態嚟講呢，應該都係同樣嘅結局啦，都係毫無還手之力。咁就呢都只能夠講有翻洛迪在場，哪怕係大傷過後跌咗鑊，對於球隊嘅發揮嚟講呢，都仍然係非常關鍵。以暫時望落呢一個洛迪、雷恩達斯、Bernardo 嘅中場出嚟嘅效果呢都幾好。咁唔知呢就會唔會係哥迪奧拿來季嘅心水中場組合啦。嗱，咁嚟到最後啦，就都想講下足球呢樣嘢嚇。咁無論點講都好呢，主要嚟講就都係一個11個人嘅比賽，計埋後備呢就都係16個人嘅啫。咁所以望翻今日冇機會上陣嘅球員，就都會更加令人明白哥迪奧拿點解成日都話想要個 small squad。咁即係好似而家一啲冬天嘅收購，古森諾夫啊、Nico 呢啲繼續係冇乜犯大錯，就都係被邊緣化。而今日下半場收起洛迪嘅時候，哥迪奧拿呢就係寧願換翻入根道簡都唔用 Nico。咁未來 Nico 呢個定位呢就都幾叫人擔心啦。咁而一啲本來話世冠盃有更多機會嘅域陀維爾斯，咁而家睇嚟呢亦都係要繼續坐凳，哪怕佢嘅發揮可能係要比最近嘅亞簡治要好呢，就都冇用。咁所以啦，暫時嚟講，冬天收球除咗馬穆什之外呢，都真係有機會變晒 panic buy。咁呢點就叫人有啲失望啦。而下場希拉爾呢，就或者都係佢哋嘅最後機會，8強打後似乎就更加難係會擺出嚟嘅。咁但係問心嗰句啦，如果唔諗有冇更衣室問題，
其實如果好似而家咁有翻呢個陣容深度，有翻唔同種類嘅去應對唔同比賽嘅球員呢，其實對於球隊可能都係一件好事。咁不過啦，而家喺越嚟越多老將宣布留隊之後，可能今季個策略就會無可避免地變成外借更多嘅年輕球員，最後出嚟會係咩發展，我暫時都講唔埋啦。咁就都係繼續保持觀望嘅態度。咁等唔過幾日呢，就會繼續有呢個16強嘅賽事。咁又係啲又係啦，有啲咩呢？到時再繼續同大家傾。咁今集暫時講住咁多先，多謝大家，拜拜。